知道现在南瓜是怎么收的吗？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收南瓜是怎么收的。大马力的拖拉机挂着咱们专门收南瓜的机器，咱们直接南瓜就把它打碎，打碎之后直接到田里面做肥料了，然后直接把南瓜籽儿就收出来了。来，大家看。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，为他风雨，为他兴旺。知道为什么南瓜咱们不搬上餐桌吃呢？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南瓜籽儿，现在大家都喜欢南瓜籽儿，咱们呢看着多好！哎呀，颗粒饱满的南瓜籽儿，吃